下巴咔咔響，擘大口就痛，咬嘢冇力，以為只係瞓得唔好或者上火，其實呢個係顳頰關節錯位導致嘅顳頰關節功能混亂啦。中醫用正骨針灸治療，我哋用輕柔精準嘅正骨手法，矯正關節位置嘅偏差，緩解關節受限嘅程度，改善咗張口受限嘅情況，避免用蠻力。通常一次治療就可以緩解到症狀。具體治療嘅次數要根據關節受限嘅程度嚟調整。治療後，我哋要避免單側食嘢，避免擘大口食硬物，盡量減輕關節嘅負擔。